来继续来看中国籍的配偶李正秀，明仔载就要向立法院报到逮捕，将做民众党的立委。也毋过因为李正秀够胆，也未提出到放弃中国籍的证明，所以到时阵伊若要调资料，行政机关可能无法度配合。若质询官员嘛会当毋免回答。民众党团是来回应讲，李正秀已经按照着规定到中国放弃国籍，但是以目前两块架构来看，根本就做未到。民众党候补6位不分区立委要来开会，不过媒体无看到李正秀。是讲中选会和李正秀的当选证明已经送到位，伊要成为咱国头一位中培立委。不过伊也未提出申请放弃中国国籍的证明。李正秀委员呢，他其实已经按照了台湾的规范，到中国这边去申请放弃国籍。但是呢，正如邱垂正主委所说的，在现阶段的两岸的架构之下，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件事情。他明天呢宣誓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跟大家报告，他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。民众党即期讲，依照两岸法规，李正秀根本无在条放弃中国的国籍。官员表示讲，主管机关内政部若认定讲李正秀就职无效，伊甲国部会调资料的时，无法度配合伊。伫立院质询的时，国部会官员嘛毋免回答。不过立院的人士讲，只要完成宣誓听书，依法有完整的立委的职权，相反见解完全无同。中国籍的李正秀进入立法院，将会接未玉珍进入内政委员会。民进党立委认为讲，有关国安的国籍法、选罢法，要内政相关的机密，包括警力部署的细节、警方的装备，要基层的民防体系等等，拢有敏感的程度，未输国防。可是问题是，两岸的关系它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嘛？即便他要放弃，这怎么放弃？我就不知道怎么放弃啊！这个是强人所难。当时麦玉珍是怎么放弃原来的国籍，而现在李正秀没有办法放弃，当然就是民众党双标，每一个立委办公室都可以参与机密会议，还有去索取相关多的机密资料。国会新会期新人李正秀要报道啊，不过以中国人的身份文证，已经引起国安的顾虑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